大家好，我是阿勇，大家好，我是爆米香的阿华。欢迎收看英台 Express。 Your one-stop shop for Taiwa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exchange. 逐礼拜我会拣一条英语的新闻，互阿华翻译。And I'll pick a Taiwanese news article for Ayong to translate into English. 阿勇啊，你敢捌听过咱台湾有一条足出名的歌，叫做《青蚵仔嫂》，是安尼咧唱的吼。别人的阿君啊是青色美罗，阮的阿君啊话是白青蚵。无呢，毋捌听过。毋过迄个我知影，台湾出蚵仔啊，即条新闻是咧看最近蚵仔浪的状况吼。这是我出的题目。好，来青蚵仔嫂笑袂出来啊！ ，Oyster farming auntie is none too happy。前一阵啊，称高温又搁上大雨，害着蚵仔成长。The recent temperature spike and heavy downpours have inhibited oyster growth. 价销是贵甲一斤107块，有史以来上悬价。Oyster prices are up to 170 NT per gain, the highest on record. 对海水可流把流咧成长， Living in the tidal seawaters, 遮的蚵仔肥卒卒，食着特别青甜，真扣心，阁无粗咸。 the oysters here are fat, especially fresh, meaty, and they don't have that fishy odor. 毋过因为气候变迁，甲蚵仔笼老化， But with climate change and aging oyster farms, 放蚵、捡蚵、破蚵这些工课，拢剩60-70岁人咧做。 raising, collecting, and cracking oysters have all been left to the 60 or 70-year-old plus farmers. 未来要食到遮尔青笑的海味，恐惊是会愈来愈困难咯。And in the future, getting that fresh from the sea taste is likely to be ever more difficult. 啊，讲一个蚵仔伫可流、巴流咧成长啊，英语敢若一个词吼，讲 tidal 就好，啊，毋免讲什物 high tide、low tide，啊，台语敢有一个词来表达即个意思？有，你若是干若要一字，就是讲流，还是流水，安尼就好啊。安尼就是英语内底 tide 的意思。我是特别想要甲可流、巴流写出来，互大家看。因为照讲，咱台语其实是一个讨海人的语言，台湾人是一个海洋民族。毋过现此时，大部分的台湾囡仔对海拢是足无熟悉、足青分的，所以想要甲大家介绍一寡甲海有关系的词类。亲像拄则讲的迄落 high tide、low tide，其实台语毋若是可流、巴流、大流、小流、水退、水涨。拢是咧讲共款遮个现象，足丰富，因为大家拢有咧讨海。阿勇，你敢有爱食台湾的蚵仔？我家己较无爱食蚵仔呢，啊你咧？我是从细汉就足兴蚵仔煎，吼！你若蚵仔若经着迄个有青的，佮韧的，食着就会足扣心。啊，即个扣到底英语是要安怎讲？我之前拢听人讲秋味，我讲毋对咧，即个翻译。对啦，我之前有甲阮外国人的朋友嘛有翕一块影片，讲着即个 Q 即个词，因为其实英语敢若无即个 expression 讲 Q， 那就是有就是咱手语嘛。但是伊嘛是较要安怎讲 ？It's like a good kind of chewy。对，亲像阿勇也上爱食牛排啊，对牛排若是煎甲一个拄啊好，吼，即个火候啊，食起来就是 Q 好食。啊，毋过你若是煎过头，伊会变做啥？变做嫩叽叽。论记记。啊，问题是即个 Q 甲嫩伫英语内底其实拢是手味。对，你若是论记记，嫩叽叽。论记记嘛是讲手语，所以这较歹讲诶。一个较简单的翻译，你可能就讲 Q 是 pleasantly chewy。pleasantly chewy，佫有一个词真恶翻译个，就是迄个粗咸，吼，因为粗咸嘛是讲肉还是鱼，但是英语敢若无即个讲肉的词，敢若讲鱼尔啊，迄就是 fishy，
若是讲肉，我想袂起来。嘿，因为草即字其实嘛真特殊。台语内底草就是摕来讲鱼甲肉的气味，毋若是敢若用伫遮草现。咱定定听到人会伫外口食便当的时阵，人问你讲，你是敢有食草的，还是你食素食菜的？哦，所以这是vegetarian veg 甲 non veg 嘛。好，后一过真趣味，听讲顶礼拜美国嘅总统选举有一个伫美国足出名的歌星，要出来选总统。这是阿勇出的题。Kanye West launched his bid for the White House on Sunday. 礼拜美国一个艺人叫做 Kanye West 起股要出来选总统啊。With a chaotic event in North Carolina. 毋过，伊头一场活动办伫北卡罗来纳州，舞甲是乱糟糟。He delivered a rambling address 伊的演讲啊，543讲规大堆， that touched on theology, homelessness, and corporate power. 信仰啦，有路无厝的问题啦，企业力量伤悬的问题啦，逐项都爱问一下。Before engaging one member of the audience in a long discussion about abortion. 上尾，搁甲一个观众讨论摕囡仔的问题，讲甲毋知通煞。A Columbia University professor says 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教授讲， that while West's entry into the presidential race could be a promotional stunt, 虽然 West 这个人出来选，无定是为着做广告才来变即出。it is underpinned by his strong religious values that run through his music. 毋过嘛，看会出伊自头到尾拢诚心诚意为着伊的基督信仰。And it raises interesting questions 这就引起人咧讨论讲，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US. 伫美国信仰甲政治的关系到底伊原性本质是啥款？ And where black voters fit into that discussion. 阁有因的黑人选民伫即个讨论内底是徛伫啥物立场，这嘛是一个问题。好，所以这嘛是国际新闻哦，外来名过来Kanye 你是安怎翻译的？这嘛有较麻烦，因为我听伊的原音，其实爱念做扛爷，扛爷，就是两字拢第九声飞起哩，而且第二个音节应该念做耶嘿，yeah，嘿耶，Kanye，耶啊，即个耶就是台语无安尼三个母音斗做伙，所以我就勉强甲伊读做两过，变做牵伊的。那听起来哪像是要牵伊的车、牵伊的牛即个意思啊？一个好处啦，就是你阿嬷绝对念会出来。搁有一个North Carolina。我就看即马大家惯势用的汉字，我甲念看卖，其实音嘛无差对倒去，我就直接用，我就无改啊。所以是卡罗来纳吼。卡罗来纳，后壁还佫有字，就卡罗来纳州。卡罗来纳州安尼吼。一般来讲，拄着即款外国地名照音翻译的，我拢袂想要甲伊汉字写出来。毋过即条我今仔日特别爱摕出来介绍互大家，即个哥伦比亚。即4字汉字我要写出来，互大家看是安怎？因为即4字汉字毋是我斗的，这是伫日本时代台湾有一间唱片公司家己号的名。对，就叫做哥伦比亚。所以较早都有即个名就对。对，即马你若是伫台湾，你有咧收藏一寡古早老唱片的，无定你捌看过即4个字。意思就是要甲大家讲，其实古早伫中华民国来进前，咱台湾话有即个时间，其实是足国际化。毋是干那本土化，是足国际化的语言。即个时代。上尾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话，若是拜登甲 Trump，搁即马有即个 Kanye West 当做阮的候选人，你感觉倒一个赢？牵伊的就是敢若出来运导游尔啦，毋管你是牵车还是牵牛，应该是选袂掉。拜登甲 Trump，
我就想讲，虽讲即马 Trump 伊的民调是有较输，啊，毋过你看伊顶边出来选的时阵，民调20%、30%伊嘛咧输啊，尾啊还是赢倒转来，所以即回我嘛感觉讲，你毋通看猫的无点哦，无定伊上尾还是赢哦。你若感觉英台 Express 对你有帮助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like and share。若有任何你想要看到阮两个互相翻译的新闻，feel free to drop us a line in the comments。 ，See you next time。再会。